大家好啊，我係小維啊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嘅頻道。曾經日日爆滿，靠自由行撐起成條街生意嘅香港酒店，而家徹底變天。2026年嘅香港根本唔係旅遊業淡季，而係歷史性酒店結業大洗牌。大家數下就知道，今年已經連環爆鑊。老牌嘅佐敦惠晴軒正式結業，荃灣粵品酒店閂門，九龍城40年老牌富豪東方酒店直接易手，一間接一間嘅老牌酒店執笠停牌放銀主盤，部分物業劈價足足44%都冇人接。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好簡單啫，遊客唔返嚟，旅遊業復甦乏力，酒店賺唔到錢，所以倒閉。如果你係咁諗，咁你就完全睇錯咗大局啦。表面睇嚟酒店倒閉潮，旅業寒冬，內裏其實係中港百億資本一場精準到恐怖嘅資產大遷徙。華潤、中原、京東、招商社後呢班嘅頂級大佬根本唔係走佬，亦都唔係撤離香港，反而係趁住酒店低價執漏，瘋狂掃貨，瘋狂改建。以前搶酒店客房做旅遊生意，而家清一色改成係學生宿舍。成個香港樓市旅業租賃市場正在被徹底重構。今日呢條片我哋唔講表面嘅新聞，試去資本最真實嘅宣判，話俾你知點解成批嘅酒店寧願結業都唔做旅遊，點解百億資本一窩蜂撲入學生宿舍。呢個號稱香港全新嘅百億藍海賽道，最後賺嘅係邊個？犧牲嘅又係邊個？普通人、家長、租客未來又會面臨一啲咩殘酷嘅變化呢？首先，我哋先嚟理清一個嘅最大嘅誤區。好多傳媒淨係識講香港旅客嘅復甦不及預期，酒店房租下跌，所以結業。但係大家揾個數據對比一下就會發現啦。根本係講唔通嘅。而家訪客旅客嘅數量早已經恢復到疫情嘅7-8成嘅水平，周末旺角、尖沙咀照樣係人山人海，根本唔係完全冇客。但係點解偏偏老牌核心地段嘅酒店連環倒閉呢？重點就嚟啦，唔係做旅遊賺唔到錢，係做旅遊賺得太少，太唔穩定。而家香港傳統酒店生意最大嘅痛點就係極度被動，睇天食飯。旺季節假日爆房賺一筆，淡季平日空蕩蕩，蝕本手鋪，租金、人工、水電、裝修成本年年升，房價就越捲越低。呢種上落極大、極度唔穩定嘅生意，對於頂級嘅資本嚟講，已經係淪為雞肋啦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所以你會見到今年結業放盤劈價轉讓嘅，全部都係佐敦、油麻地、荃灣、九龍城呢啲核心黃金地段嘅酒店。地段無敵，交通無敵，但係旅遊模式已經過時。物業劈價44%，大幅貶值，唔係物業冇價值，係舊嘅旅遊商業嘅模式徹底作廢。而呢個時候，一班眼光毒辣嘅中港巨資即刻睇中咗呢個千載難逢嘅窗口期，趁住酒店資產低價，業主恐慌離場，瘋狂掃貨，低價抄底。成個市場最恐怖、最值得警惕嘅一幕就係2026年全面爆發。以往大家覺得酒店就係俾遊客住，宿舍就係學生嘅配套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而家就唔同啦，全面顛覆。全港超一半嘅酒店改建交易全部轉做學生宿舍。根據權威嘅樓市數據，2025年開始，香港嘅酒店改建項目入邊，52.4% 全部改成係學生宿舍。可以改造嘅優質嘅酒店物業，而家已經越搶越少，接近枯竭。我哋直接睇大佬嘅真實手筆，每一筆都係千萬億級嘅佈局。根本唔係跟風炒作。第一單華潤農地豪宅9.53億港元，直接入主荃灣粵品酒店，放棄原有嘅旅遊業務，全面動工改建成大型嘅學生宿舍。完工之後可以提供過千人嘅住宿床位。
第二單，中原集團聯手資本大佬斥資15.18億港元，攞到九龍城屹立40年嘅地標富豪東方酒店，494間客房全部推翻原有嘅酒店嘅模式，重金升級改造成高端嘅學生公寓。第三單，網購巨頭京東，大家冇聽錯，京東都大舉殺入香港嘅地產。今年7月先至官宣7.5億港元收購油麻地海景麗思酒店，明確規劃全面轉型學生宿舍，下半年正式投入運營，而且簽訂保底收益協議，每年穩賺4500萬，年化回報率高達6%。仲有招商社口2億，攞到尖沙咀物業改建宿舍。新加坡外資本地老牌嘅財團接連入局，一時之間中港資本、網購巨頭、本地地產大孖沙全軍集結，一窩蜂搶灘。好多街坊肯定就會問啦，佢哋係咪傻噶？放住好好嘅旅遊嘅生意唔做，掉100億嚟改宿舍？因為係資本眼中，學生宿舍先係香港未來最穩最賺、零風險嘅100億藍海。傳統酒店同學生宿舍根本就唔係一個級別嘅生意。我哋拆開嚟講，聽完你就會明白點解所有嘅大佬齊齊起酒店撲響宿舍度。第一就係客源100%穩定，零空置風險，徹底擺脫睇天食飯。做旅遊酒店永遠係靠節假日啦，靠遊客嘅流量，隨時受政策局勢、季節嘅影響，風險極高。但係學生宿舍1年12個月，4年固定租期，雷打不動，開學爆滿，全年滿租，冇淡季，冇空房。香港每年大量內地嘅本地生、研究生、國際學生湧入。全港學生住宿嘅床位缺口高達係14.7萬張，嚴重係供不應求，根本唔憂租唔憂客。第二就係回報率碾壓傳統地產，一個字穩。香港而家普通嘅私人住宅租金回報率先至係2.5至3%，寫字樓空置率高企，回報率更加低。傳統酒店就跌宕起伏，利潤極不穩定。但係酒店改建學生宿舍，穩定回報率直接做到4至8%，而且係預付租金，年結保底，現金流超級健康。京東單項目6% 嘅年化穩收益，唔受經濟波動影響，比起炒股炒樓做酒店，簡直係躺賺生意。第三，政策全力護航，改建零阻力。香港政府早就推出城中學社計劃，專門為呢波嘅行情鋪路，放寬酒店商廈改建學生宿舍嘅審批流程，簡化手續，多項嘅樓面限制，減免合規成本。以前改用途要幾年先審批，而家極速落地。政策開綠燈，市場有剛需，資本有資金，天時地利人和全部集齊。第四，核心地段溢價無敵，資產永久保值。今次被收購改建嘅酒店，全部都係集中喺佐敦、油麻地、荃灣、九龍城，地鐵上蓋，近大學、近商圈，交通無敵。呢啲嘅地段，遊客可以唔嚟，但係學生永遠搶住要住。越核心嘅地段，宿舍嘅租金越貴，越搶手，資產只會升值，唔會貶值。簡單一句總結資本嘅選盤就係淘汰波動大、利潤薄嘅旅遊酒店，置換成穩定高回報、剛需爆棚嘅學生宿舍。呢個根本唔係結業潮，係香港商業地產嘅精準升級，賽道換血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覺得資本賺錢關我咩事呢？咁就錯啦！呢場100億級嘅大洗牌，直接影響每一個香港租客、家長、街坊。第一個影響嘅係核心區平租酒店、平價短租房源徹底消失。以前我哋去香港短住、探親、旅行，佐敦、油麻地大把平價嘅老牌酒店選擇，依家全部變成長租學生宿舍，平價經濟型嘅住宿直接清零。未來遊客、探親人士
唯有揀高端貴價嘅酒店，香港短租住宿嘅成本一定會全面上漲。第二個影響係本地基層租房市場進一步被擠壓，大量嘅核心地段物業唔再對外開放短租散租，全部鎖定係學生長租。私人住宅唐樓租房競爭更加大，基層租客搶房更難，租金繼續被推高。資本鎖定優質嘅資產，普通人就只可以揀剩低嘅劣質嘅房源。第三個影響，香港城市屬性靜雞雞咁改變。過去幾廿年，香港係旅遊購物之都，依家隨住大批嘅酒店轉宿舍，百億資本壓住喺教育住宿嘅賽道，香港淨係靜雞雞咁轉型為國際學生嘅寄宿大城。旅業式微教育住宿崛起，背後係香港整體經濟嘅結構、人流結構嘅徹底改寫。當然，我哋唔好淨係睇風光，都要講真話。依家成個市場一窩蜂咁亂入局，人人都話係百億藍海，其實已經出現過熱嘅風險。大批資本扎堆改建，未來2-3年海量新床位集中入市。一旦香港非本地學生增速放緩，招生政策微調，隨時會出現宿舍供過於求、空置率上升、租金內卷、降價嘅問題。而且酒店改建宿舍有硬傷，客房空間細、密度高、人員密集、管理難度大，後期運營安全合規、維護成本好高，並非人人都可以躺賺。資本可以及時抽身劈價轉讓，但係跟風入局嘅中小投資者隨時會接盤被套。今次香港酒店連環結業、資本狂改宿舍嘅大潮，從嚟都唔係簡單嘅生意嘅轉換，而係香港資源嘅重新分配、財富嘅再次收割。遊客眼中係酒店倒閉、旅業蕭條；喺普通人嘅眼入邊係物價變貴、租房更難。但係喺頂級嘅資本眼入邊係低價抄底核心嘅資產，鎖定10年穩定紅利嘅黃金機會。旅遊業嘅紅利時代已經靜雞雞咁落幕啦。學生剛需住宿先係香港未來幾年最硬核嘅新藍海。時代永遠係咁，舊嘅行業退場，新賽道誕生，有人恐慌離場，有人乘機暴富。睇明資本嘅佈局先可以睇透香港真正嘅經濟走向。唔知大家對今日嘅議題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分享討論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希望係對你有所幫助嘅。我哋下期再見。